为协助社区提升媒体素养，甲着辨识假消息的能力，中高宽屏三观农乡主称，今年结合台南市资源服务推广中心，推出一系列的媒体识读，甲着防止诈骗的讲座课程，鼓励高龄的职工伫咧培训以后，会用个投入社区，作为防诈宣导，避免受骗。现在是资讯科技的时代哦，那太发达了的媒体讯息，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长辈了解怎么样去分辨讯息的真伪。然后呢，可以更了解在AI 世代里头，我们资讯造假的这个功力到底有多大？眼见不一定为凭，有图也不一定有真相，更何况我们还要有文字的识读能力。这是我们要跟我们的长辈们来分享，也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带着今天课程的内容，可以跟他们的左邻右舍好朋友一起来共同防诈。现场中英大学的助理教授张英韶嘛，以着个人曾经接到简讯受骗的经验，甲着长辈来分享。伊认为眼见不一定为凭，尤其现在 AI 科技的发达，伊嘛以着影片来教导长辈如何分别真假。你们说他是谁？仔细看哦，仔细看哦。来谈谈我们共同面对的时代。再仔细看。啊，那报纸上面怎么不会动 ？AI 分身来代劳。他要叫 AI 自己。好，有请 AI 分身。亲爱的各位毕业生，尊敬的家长、师长。好，停，谢谢。除了系列的讲座，另外现场嘛有实作的课程。由着昆山科技大学的讲师林建营，教导高龄的职工来制作生活化的社区宣导底稿，甲着设计。由着高龄职工分组，每组创作10分钟的防诈底稿，教训会伫课程的最后来做成果发表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